一摆有愿意。思人不思地，哪有坚定的心事？歹天啊也会变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稍等，家好。稍等咧，啊，今日什么情形？咱三十部主持人啊，那有啥？哎，阿娇咧，啊，另外一个阿娇啊！哎，无恁两个查甫呀？请问恁的目睭是第一落第一底下？哎，你当作阮拖汤咧？拖汤就对啊！嗯哎，我毋是查某呀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你你今仔穿安嘿尼？啦，你出声我才知影啦。哎呦，啊，穿西装，搁穿长裤，穿布鞋，你开尾转来呀？是啊，在来你的主持节目拢毋捌穿裤啊，哎，无恁两个。拢穿裙嘿啊。啦，我较早甲你扒了，讲我无穿裤。造型你捌无啦？造型我是毋捌，我是知影线型尔。有影，你这型的有影线型啊？迄造型哦，就是咱主持或者是讲做戏来讲，迄哦造型爱符合迄个剧中的迄落，真正的主持对无？换型，安尼吼，才会改变，你知影无？你即摆是要变性哟？什么我咧变性？啊哪有才调安尼啦？无你两个主持完，你两个穿裙啊，我有才调穿裤啊，你无法度。我穿裙可能足好看哦，但是我穿裙足行脚行惊着，因为我两只脚敢若鸟仔脚啦。什么叫鸟仔脚尔？那伊的脚敢会看？伊若穿裙放搁飞起来，两只敢若迄款的火炭腿。迄袂输敢若咧广告啊，拢看到英语啊，写3字 DVD 啊。好啊，无咱到即摆是咧讲穿裙甲穿裤啊，无咧讲俗语啊啦。咱来讲俗语就是大明星嘛无逐工伫咧剪彩。梦幻在天顶跋落来。做小工趁钱嘛，温馨啊开。这你是安怎温馨啊开？我讲这意思真深重。哦咱若主要讲一个做小工的人啊，伊虽然讲一工赚300-200块啊，也毋过啊，伊这赚回来钱啊，温啊开会芳，对不对？因为伊这是算靠劳力赚来的钱啊，毋是去人抢，毋是去人骗，毋是去人拐啊。对对对。所以我讲这话足正当的。心安理得的对啦。啊，若剩了倒，伊拢安尼，钱拢趁遐尼济，啊，拢含慢开安尼，安尼温温啊开，安尼开袂完啦。来，你若袂晓开吼，摕来我开，我叫我甲你开。若开我就后来开。啉酒，煞了过来有粉味，哦，食好食好。迄讲分别，迄工也袂歹呢。袂歹啊。5楼的。5楼的。哎呦，我迄工去哦，小费佫跳偌济出去咧。小费小。消费啦，消费啦。啊，我有一摆甲倒的吼，去咧5楼的时阵哦，哎小姐人个奶奶，哎呦呀，倒哥哥，哎用迄钱哦，拢发新的，拢安尼一飞去，一飞去哦，安尼哦。安偌济？靠腰啊！无型的啦，会使啊。叫哥哥啦，若真叫倒哥哥，我钱就了。好啦，换我讲啦哈，我讲大明星也无逐工伫咧剪彩，迄大明星进大牌嘛吼，哎巨星哦，就一定爱足侪钱的啊，啊一定爱大间公司或者大 case 才请伊会着啊。对对。啊，若比如讲啊，中海迄吼，吼，迄个暗会啦吼，或者是敢若讲迄个庙会啦吼，工地秀是暗走咧到地吼，是5、6摊、6、7摊咧，迄个钱吼嘛袂比大明星较少。对，所以讲咧，小雨就爱接落啦。你细条狗啊，若接落，哎哟变安尼大雨啦。对。所以讲有一寡人就忙迄个呢，花财安尼天顶安尼落落来，啊每工拢无要讨趁安尼，就坐厝内面，啊看会当哦钱落来钱落来，我甲你讲，迄早晚5时哦。对啊，咱做人免去评断啊，但是咱若是有钱嘛，是共款都爱呀。咦，爱秀。一摊又一摊啉袂停，烧酒若会